咩叫豪華裝修啊？你而家睇到嘅所有都全部送晒俾你啊！200萬買珠海市區呢套225平方嘅山景大平層啊！嚟出嚟陽台感受下呢個板張山嘅山景先。樓下就係白靈頓公園啦，5分鐘車程可以到拱北口岸啊！哇！呢個陽台長度都有8米，闊度有2米幾。哇！即係啲陽台都20幾個方、30個方啦，係嘛？嗱，空調啲全部都係交標嚟㗎啦，你根本就唔使諗你要買咩啦，直接就拎包入住，全部家私家電全部送晒俾你，而且呢個裝修質量真係冇得講㗎。你睇呢啲護牆板啊，呢啲大理石，哇！2梯1戶嘅產品啊，後邊仲有個生活陽台同埋廚房嘅。咁我哋樓下自帶商業街㗎啦，5分鐘車程。啊，富華里、九洲道呢啲大型商業相當方便嘅。你話翻摩爾廣場呢啲其實平時踩單車都可以過去㗎啦。OK， 咁我哋翻拱北口岸、港珠口岸5到10分鐘嘅一個車程，相當之方便嘅。主人房大套房嘅設計，嗱睇埋衣帽間啲衣櫃啦，全部幫你做好晒㗎啦。嗱，主人房呢個床同埋後邊呢啲背護牆板全部都係交標，包括埋空調一線嘅山景，真係相當之舒服。有興趣街坊下方留言啦〜